继续关心各座唱水艦涉密案，前海軍顧問郭曙，也有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即馬攏防指控講牽涉唱水艦各座資料外泄的外犯罪。高檢署伫昨昏頭一擺用外犯罪他治案，證人也有被告相同的身份，傳郭曙去問話。郭曙是表示會提供予檢方甲也有韓國顧問對話完整的錄音檔。啊，伊嘛批評馬文君是台灣的罪人。 想逃，但是逃不了了，所以我就说马文君你跑不掉啊。替家己做的抓帮前海军顧問郭曙指控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是台灣的罪人，各組尖南泄露秘密風波繼續伫討論。各組尖南調集人黃曙光進前指控有立委一直伫變鬼，閣講有軍火商甲中共泄露秘密。高檢署主動分他治案，郭曙點名就是馬文君甲尖南相關資料交予台灣政府，牽涉到泄露國防機密的外犯罪嫌，抵訴韓國廠商扣人起訴。馬文君顛倒告郭曙加重誹謗。高檢署16以外犯罪他治案證人甲被告相同身份傳郭曙，郭曙講伊家己有傳咧等。馬文君所說的說，我只給了錄音檔，對不起，他給的是3000個檔案，他給的是所有的圖檔、文字檔、開會記錄。你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罪人，為什麼我們一直要追着你不放，抓你這隻大泥鰍？是因為你愧對所有台灣人民。 若是互國民黨台北市縣市卡心個涉犯泄露國防機密，甲違背對外事務委任罪，郭曙否認叛國，顛倒講市卡心用假過錄音是故意陷害，會提供檢方甲韓國顧問完整錄音，了解代志的真相，叫馬文君莫擱閃。黃曙光或者像潛艦小組的人員都沒有人出來說話，可是為什麼這些媒體、名嘴、報紙、周刊，甚至這些網軍側翼都可以信誓旦旦的一直不斷的攻擊？那這些消息來源都從哪裡來？就是軍火掮客。郭曙一直講伊泄露秘密，馬文君講各組尖南泄露秘密是軍火中介所做，也證實17高檢署要傳伊去問是外犯罪他治案，伊會到場說明。記者綜合報道。